灵魂蒸发，理智掉了漆，还在粉刷。意识潜意识，到底谁在说话？对白交错，没有文法。追寻真理或安于现状，选择莫非是那颗药丸？红蓝的抉择何必挣扎？我色盲只能装傻，想安静却静不下来。夜色精彩，醉人徘徊。他的轮廓记不起来，有每一台留下的黑白，只为世人难以忘怀。这是什么现象？对，是前所未见乱象。别说我在想象，快将我所压下推下。哦哦哦，反射的我被镜子拘押。他说他认输，想要回家。右脑朝左脑，谁是真假？矛与盾，正反没有时差。心里这场雨倾盆而下，撑伞是否算活在当下？那片草坪被任意践踏，蹲下一看，我在脚下，捉着甚至醒不过来。过分期待，是我活该。精疲力竭，喊破声带，只能放开。重力加速度，路人只看精彩，我反射，但我说不出来。我不想这样。这是什么现象？对，是前所未见乱象。别说我在想象，快将我所压下推下。还有多久才过4:44？拿起手机，订阅剩44，抬头红灯也剩下44。几月几号？4月44。是不是不是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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